2025年6月10號係香港足球嘅一個重要里程啊！破紀錄42000人入場見證香港隊以1-0贏咗印度，取得2026年亞洲盃外圍賽第3圈嘅第一場勝仗。當日無論氣氛啦、環境啦都非常之好啊！希望入場嘅42000人啦，你哋都會繼續入場支持，成為香港波迷。如果你係第一次收聽收睇香港波迷嘅，唔緊要，呢個 channel 係我呢一個睇咗香港波10幾年嘅波迷去創立啦，都係想同大家呢一齊去留意下睇下香港波。我已經呢見證咗呢由當初港隊唔算太多人去撐啦，即時呢喺場裏面呢買飛呢入場已經可以噶啦，到之後坐爆旺角場，都以為已經好勁噶咯。去到18-19年啦，有超過過萬人啦喺大球場去支持香港隊，再到今時今刻，連多個大球場座位人數嘅啟德新主場都坐爆埋啊！現場一片紅海，以為着香港隊波衫啦，啲人呢都唔會知道你着緊啲咩啦，笑你啦。到呢一刻啦，搶件波衫都好似好有榮譽感咁啊！希望你哋會訂閱我，得閒聽下我啲片，或者你會同我一樣都開始愛上咗香港足球。喺度再次多謝42000人創造紅海畫面。講真啦，我未開波啦，喺球場裡面咧已經係感動到想喊啊！真係未見過香港足球會有外國波嘅畫面喺度出現啦。球迷區未開波已經好多人。打氣聲好大，加上新主場球場又有燈光嘅效果啊！就連平時啦開咪死死聲嘅 MC 郭子龍，今場都好有主場嘅氣勢。相信第一場入場嘅球迷咧，都會俾呢一場波嘅氣氛去感染到啦，一齊去嗌口號、唱歌，一齊鬧球證，證明香港人都可以一齊去撐一樣嘢㗎。我自己當刻啦喺球場都深受到環境嘅影響啦，始終去到一個新嘅主場啦，球場未入過去啦，哇！真係好有外國波嘅 feel 啦，同大球場係完全兩個唔同嘅世界啦。又有新嘅球員出場片啦，又有燈光效果啦，球迷區喺開波之前又有大型嘅海報啦，完全咧令到我呢個入場睇咗咁多次香港隊啊，都要以打卡為主。最後成場波啦，我都係不斷喺度影相啊、打氣啊。呢一場波啦，喺現場啦，我自己咧都冇辦法咧係好認真咁樣咧去睇住。究竟運行嘅戰術啊、戰況啊係點樣？我結果咧係要翻屋企啦，係要翻睇幾次啊！港隊喺呢一場波其實係踢得非常之好啊，可以話係港隊嘅其中一場代表作。韋斯活喺呢一場波裏面啦，作出咗唔同嘅改變㗎。首先將米高啦、肥棒收起啦，前鋒就用咗洛迪古斯啦，左右兩翼就用咗李小恆同孫銘謙去負責。中場啦就用咗陳俊樂而顏卓彬啦係先列後備嘅。起初睇到呢個陣容咧，我自己係有少少驚啊。始終洛迪古斯啊、李小恆啊、陳俊樂都唔知有幾多嘅態喺度啦。佢哋仲話係有傷在身嘅添。之前咁唔知可能啦，因為現場嘅打氣聲啦，令到球員咧都係踢得非常落力㗎。整場賽事啦，我自己認為係同對手係一人一段嘅，但係其實港隊係稱先好多。兩隊會有進攻嘅優勢啦，但係絕對唔係港隊係有啲咩問題令到俾對手係有進攻嘅優勢啦。從球迷嘅角度睇係好睇嘅，但我自己咧覺得港隊咧係打得精彩啊！有控球在腳啦，有前場逼搶，有小組短傳啦。唔同嘅進攻模式啊，都係有喺度噶。呢一場波唯一敗筆嘅，我覺得係球證唔係好公平，好多港隊應有嘅判決係冇俾到啦。就算米高博到嘅12碼，
呢位球證原本都好似唔係好想俾咁，好在旁證嘅激動指示啦，就令到球證啦係俾翻呢球嘅壓軸12碼我哋。差啲我以為呢場波會好似09年南華亞協4強咁樣啊，不過都多謝呢位球證，令到在場嘅球迷都更加團結去打氣啊！42000人呢，未係睇得主場館最大嘅觀眾量啊！相信香港波迷呢都仲可以咧繼續去為呢一個嘅紀錄去打破啊！相信港隊9月嘅國際賽期呢，都會試下約下一啲作客嘅比賽去準備對孟加拉嘅，而10月就真係啦，去完孟加拉啦，就會翻到嚟香港嘅主場。呢一場相信咧都會用睇得嘅機會咧係比較大嘅。大家咧可以 mark 定呢一日嘅日子啦，10月14號。睇翻而家啦分組嘅情況啦，因為同日嘅另一場新加坡作客係贏咗孟加拉2-1啊，咁所以新加坡暫時以入波多一球領先，香港排第2，孟加拉排第3，反而成組啦排名最高嘅印度啦就因為0入球而只有第4名啫。港隊嚟緊嘅比賽咧就係7月嘅韓國龍仁市進行嘅東亞足球錦標賽嘅決賽周，相信唔少嘅港隊球迷都會請假或者計劃緊去作客撐港隊啊！上一次啦，我哋去到新加坡啦就有800幾名嘅港隊球迷啦，今次去到啦都係旅遊熱點嘅韓國首爾附近地區啦，應該都有唔少嘅球迷去撐場啊！港足首戰啦，就會喺7月8號對日本啦，之後7月11號就會對韓國，最後7月15號壓軸一戰就會對住中國國家隊嘅。3場比賽都會喺龍仁市嘅體育場去踢㗎。今次咧係港隊第5次打入東亞錦標決賽周啦。之前啦主要嘅對手係北韓啦，唔係佢哋入咧就係我哋入㗎啦。我哋咧對上4次，分別係2003年、2010年、2019年同埋2022年啦。我哋面對住中日韓3戰啦，都係輸晒嘅。但係我哋最近啦喺上年準備亞洲杯嘅時候啦，就同中國隊主力啦係踢咗場友賽，香港隊係以2-1係反勝㗎。呢場咧都係計入國際 A 級嘅賽事啦，有晒紀錄㗎。咁就算東亞足球錦標賽過往啦，日韓啦都唔係話太重視呢個比賽嘅，主要就派出一啲 U23啊或者本地聯賽嘅球員去踢啦。但係我哋都贏唔到啊！但係而家喺經過安達臣啦、韋斯活執教之下啦，相信港隊已經係提升咗一個嘅層次，唔再只期望咧係要有入波。目標明確係想拎1分，甚至乎係贏1場，所以非常需要大家香港波迷嘅入場支持。而我哋本地聯賽方面啦，已經完季啦，新一季咧要等到啦8月尾9月咧先會開始㗎。都希望咧今次入場嘅4萬幾人啦，可以留意港隊之餘，都慢慢留意下港超聯嘅比賽啦同球隊，因為你哋睇緊嘅球員咧都係嚟自呢啲嘅球隊裡面㗎。而呢個時候啦，想支持一下香港隊或者香港嘅球員又點做呢？我哋一啲嘅外流球員，好似陳俊一啊、余子南啊、孫銘謙等等啦，喺中國聯賽仍然咧係繼續有波踢緊嘅喎。就好似今個禮拜5、6啦，都已經係有聯賽進行啦，一直咧去到6月尾就會停一停啦，讓一讓俾東亞足球錦標賽啊。可以留意多啲嘅係有陳俊一啦嘅申花啦，暫時咧係排喺第1名，可以爭緊咧中超嘅聯賽冠軍㗎。而徐雲傑、余子南、孫銘謙都係球隊嘅主力啦。想睇靚仔嘅話咧，就有今次因為受傷而冇入選嘅港隊安永佳啊。最後啦，真心希望啦，大家都繼續支持香港足球呢樣咧，係唔同你睇外國波㗎，因為香港足球係同我哋咧係有密切嘅關係，係水平咧一定唔夠英超啊、歐洲強㗎啦。但係當你有入場睇過、感受過，無論贏定輸，踢得好定唔好，
我哋都會一條心齊心一齊去撐，呢樣呢係足球先帶俾到大家嘅激情。我哋就係香港，香港隊勁抽。